哋有請香港明愛總裁嚴德龍神父上台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嚴神父。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李田輝先生，長洲離島區議員郭惠文女士，長洲鄉事委員會主席麥傑先生，高級事務康文署潘兆興女士，各位來賓、各位機構嘅友好、另外嘅同事、各位大專嘅同學，大家好。我真係衷心代表香港明愛，多謝大家出席呢個重要嘅典禮，因為呢個典禮嘅象徵咗明愛秉承以愛服務嘅使命，邁向一個新嘅里程。愛輝爺同家輝院嘅開幕禮唔止係開幕禮，係標誌住明愛喺社會服務同社區關懷上嘅新篇章。因為背後真係凝聚咗各界嘅支持同努力。喺度要特別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係2019年慷慨撥款8000萬俾我哋。咁就由嗰陣時開始我哋開始呢個龐大嘅翻新工程。你諗下，數數手指，19到而家26係幾長嘅時間呢？咁頭先喺同阿李生傾偈嘅時候都話呢個工程真係龐大而且長，主要因為有3年疫情喺嗰度我哋好多嘢都停頓咗。不過無論點，我哋整個營地嘅翻新係使到我哋以更優良嘅設備回應社會迅速嘅轉變。所以我哋能夠真正今日展開呢個活動嘅序幕係好盼望日後大家都能夠親身嚟體驗更多精彩同埋呢個營地嘅驚喜。明愛而家現時有4個具有特色嘅營地啦，喺我哋長洲啦，喺西貢嘅小塘營啦。咁我哋營地嘅地方都係非常之擁有優美嘅山海景色同埋豐富嘅天然生態，呢個係我哋外在嘅一個優勢。所以一間茶聚嘅時候亦都大家可以參加營地嘅導賞，深入了解營地我哋嘅特色同埋體驗各項。我哋特別去欣賞呢個療愈音樂，感受自然環境同人生交融和諧嘅氣氛。頭先同阿李生講今日嘅營地唔係只係嚟住，只係嚟玩咁簡單。今日要提供營地係要多姿多彩，使到啲青年人或者入營嘅營友除咗嚟住嚟玩之外可以學習，可以喺身心靈方面都得到更大嘅益處。所以我哋好希望我哋營地嘅翻新真正幫助到特別一啲好需要嘅特別低下層嘅青少年朋友，利用呢個地方，使到佢哋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學習，嚟舒暢下佢哋嘅心靈。今次我哋都要好多謝喺我哋嘅同事嘅籌劃之中培育咗新嘅一代主動同我哋合作嘅大專院校嘅同學，邀請咗佢哋一路同我哋籌備呢個開幕活動佈置工作透過實踐同同行讓年青人親身體驗到唔單止去讀書學識，而喺服務方面同埋團隊合作更加有新嘅體驗。我哋深信明愛嘅專業服務精神能夠透過佢哋嘅參與去傳承落去，讓專業嘅精神喺我哋嘅新一代得以延續。展望將來，香港明愛繼續善用呢個寶貴嘅資源，同社區各界攜手，推動心靈嘅全面發展，並且以創新同埋關懷
建立更深、更持續嘅社會服務價值。喺度咧，我代表香港明愛再次多謝香港創辦會、信樂基金同埋所有社會夥伴以最真誠嘅致意表示我哋嘅謝意。我哋都願意以信念同行，以愛為本，喺關係中咧去實踐我哋愛嘅理念，讓明愛嘅精神咧能夠真正薪火相傳。我哋衷心多謝大家今日嘅出席，我亦都祈求上主咧祝福大家心心擴大，多謝。